歡迎你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，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關稅陰影下現搶購潮，彭博指美國 Apple Store 大批人潮買 iPhone。隨住特朗普政府計劃對中國貨品加徵34% 嘅關稅，蘋果股票重挫。不過短期內，蘋果可能意外地因政策受惠。據彭博記者 Mark Gurman 指出，唔少嘅消費者湧入佢哋嘅門市搶購 iPhone。報道引述多名嘅 Apple 員工表示，全美各地門市喺週末迎嚟一波人潮，因為唔少嘅消費者擔心 iPhone 未來會加價，所以都紛紛趁住關稅未生效之前入手。其中有一名員工透露，只有唔少嘅客人都詢問係唔係會加價。雖然未出現好似新機發售嘅時候咁大排長龍，但係現場嘅氣氛就好似聖誕購物潮咁，人頭湧湧。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，美國部分大城市 Apple Store 嘅門市上個週末嘅銷售比往年同期顯著上升。雖然公司尚未對點樣回應顧客嘅疑問提供明確嘅指引，但係現場嘅員工都忙於應對大量嘅詢問同埋購機需求。而蘋果就未有對相關嘅現象置評。為咗應對潛在嘅關稅衝擊，蘋果已經提前備貨，並且加快將印度製嘅 iPhone 運去美國。因為印度製產品目前面對嘅關稅相對較低。除此之外， Apple 近年亦都持續將部分嘅產品轉移去到越南生產，包括 Apple Watch、Mac、AirPods 同埋 iPad， 並喺愛爾蘭、泰國同埋馬來西亞都設有部分 Mac 嘅生產線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：全新定位三防加8000大電，榮耀 Power 系列預定喺4月15號發表。早前榮耀微博喺愚人節發文話會推出超大電池。當你以為係玩笑，但係點知佢係玩真嘅。榮耀今日宣布將會喺4月15號晚間7點半舉辦榮耀 Power 新品發佈會，帶嚟一款結合城市同埋戶外需求嘅新定位榮耀 Power。喺上個禮拜，有爆料人指出，榮耀嘅愚人節玩笑可能會成真。今日榮耀就宣布發表 Power 系列。榮耀產品線總裁方飛透露咗榮耀 Power 嘅設計理念，指戶外並唔限於荒郊野嶺，日常出門亦都屬於戶外活動。但係傳統嘅戶外三防手機太過笨重，冇辦法兼顧城市使用，而主流智能手機又喺續航、通訊同埋耐用性上面有所不足，所以榮耀 Power 就鎖定喜好戶外活動嘅用戶，並且以商場合使用為目標嚟去設計。從官方預熱嘅資訊嚟睇，榮耀 Power 喺電池容量方面可能挑戰8000 mAh 嘅級別，續航能力令人期待。同一時間，榮耀透露嘅資訊入面似乎會扭轉三防手機一貫厚重嘅問題，推出輕巧同埋強續航嘅產品。從榮耀釋出嘅宣傳圖嚟睇，榮耀 Power 擁有雙打孔大螢幕，同榮耀數字系列嘅風格相似，但係就唔具備 Magic 系列嘅 3D 人面解鎖。佢嘅定位接近數字系列，有內媒推測佢嘅價格唔會太高，目的係補足城市用戶同埋戶外需求之間嘅產品空缺，成為一款真正嘅輕戶外新物種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